农委会施行停止灌溉补偿措施，不过，伫咧新店县的北部乡甲峨眉乡有农地无伫咧水库灌溉区的范围内面，所以因就无法度去领到补偿啊。为着要顾生活，也爱去引大坪溪的水来引田。今日发生讲，水内水公司也会去引溪水，农民要引田，说也无够用。 农民看到家己的田，真啊干那会当抽地下水来用，实在真无奈。水情告急，桃竹苗地区真侪所在已经停止引田，领中央的相关补助。不过新竹县峨眉甲北部乡丢田，因为无伫水库灌溉区内底，农民领无停灌的补偿。更较害的是，原本因引来灌溉大坪溪，要提供民生用水，说出因嘛无够野的水，谈何引田？一直都把我们摒除在外。那这次是有点不公平，是因为我们为了要支援人民用水，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这边水明显不足。那政府也没有办法提供我们休耕的一个补助。半年的收成薪水都已经付诸一炬了。那现在他们因为长期水资源不够的话，有的已经在抽我们的水井的水了，在撑。如果再不下雨，再撑不住的话，这片田可能就没办法再收成了。新竹县农业处表示，北部甲峨眉乡实地种植面积大约56公顷。19号农委会主委来新竹，已经有代表农民表达意见，出来嘛会当各甲中央争取。请那个农委会审慎考量，把水情相当也一样严峻的北部跟峨眉地区纳入那个停灌的补偿的范围内。县政府随后也用正式的公函跟农委会提出这个申请目前是还没有获得农委会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答复。农民表示，大坪溪嘛是自来水公司的储水范围，现此时因是看会到用袂到，若是个领无补助，无排除采取激烈动作来表达诉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